这是抢劫，不是小孩子过家家。如果你们谁想死，那我就满足他。说好的演习，你竟然来真的！上级指示，这次银行安全演习要看到最真实的应急反应。你们银行出个人扮演劫匪。吴队长，您放心，我们一定全力配合，出人出力啊！行长，我推荐孙姐。孙姐啊，正好是我们自己的保安，熟悉环境，演劫匪最合适不过。就这废物，上次演习当人质，吓得腿软走不动，差点被击毙，就你还当劫匪，怕不是直接哭着回家找妈妈吧？行长，我不行的，我姐姐每天都需要人照顾，我出点什么问题，我姐怎么办？哟，还在想你那竹人姐姐呢？孙姐，不是我说你，就你那废物样，挣那点钱，够付你姐姐医药费零头吗？废物就是话多。行长让你演劫匪，那是看得起你。你知道警局这次给多少奖金吗？1万块，够你姐姐多穿几天气儿了。就这小样呢？就是啊，这多少钱？开玩笑呗。劫匪人选定了吧？劫匪道具自己准备，给你3天时间。散会。好，散了。哎，走了。孙姐演劫匪真行，就他那个身手，哎，去年演习演人质都被一顿胖揍，今年演劫匪岂不是更惨？就他呀！检测到宿主面临极致屈辱与绝境，神级扮演系统绑定中。主线任务发布：成功扮演银行劫匪，并在演习中完成抢劫，任务评级达到 S， 奖励500万现金。500万，有了500万，姐姐的医药费、手术费全都有了。赵居、黄勇，你们2个的好日子到头了，这戏老子演定了。没想到这个孙丽丽的心脏和那位大人物匹配度这么高。哎呀，真不错。赵医生好。跑你奶奶个腿儿啊！你姐姐的医药费3个月没交了，你说什么时候交？赵医生，我奖金下个月发下来了，您的我……当个屁呀当！你以为医院是慈善机构吗？我告诉你，3天，就3天，再交不上钱，赶紧把你姐姐拉回去。来了，赵医生，求求你，赵医生，我现在实在没有钱，我求你，没钱可以去抢银行啊！没钱，跟你姐夫一样废物，起开！小姐，这是我跪了3天3夜才求来的佛牌，保你一生平安顺遂，你一定要带好。姐，你放心，你治病的钱，我肯定给你搞定。姐的医药费，抢银行，可我上哪儿弄武器去啊？总不能拿根棍子吧？看看这个怎么样？什么东西这么沉？这是真枪！怎么，吓着了？就你这胆量，还想抢银行？不是你谁啊你？这些东西给我干嘛？我告诉你啊，我是好人。孙锦，男，26岁，孤儿。
从小被姐姐带大，3年前入职 A 城银行做保安工作。你姐姐孙丽丽是 A 城银行的经理，1年前不慎坠楼，至今昏迷。你调查我？你到底谁啊你？放心，这些都是我们内部资料查出来的，我不是坏人。陈怀森，你是 A 城警督？不错，这些年 A 城警备松弛，我想让你通过这次演习，好好给他们上一课。上一课？我希望你竭尽全力，想尽一切办法，让那些警察严明警示，让他们知道自己的不足。怎么样？干不干？干到也能干，就是倒也不用这些真家伙吧。放心，都是空包弹，只有视觉效果，伤不了人。你放开手脚干，你只要抢劫成功，你抢走多少钱，我给你申请多少奖金。啊？哇，真的？不是闹大了，他不好收场啊。闹得越大越好，你就算把天捅个窟窿，我也能给你补上。有您这句话，我就放心了，我一定当个好劫匪。好，我就喜欢你这个认真劲儿。嘿嘿嘿 ，AK 后坐力大，你看着，不是端着，是摁着。射他老母！射他老母！赵巨、黄勇，你们给我等着！从这一刻起，3年没转正的临时工死了，你悍匪爷爷来了！这边请啊！这小手，真白，真白。今天晚上有没有空？都别动，抢劫！孙锦，难道他也为了他姐的医药费来抢钱？孙锦，我操，这下子不会来真的吧？哎，各位，你们不要担心啊，我们是在演习啊！黄队长，干什么呢？插出去！哟，还戴了个口罩，你当老子不认识你啊？恭喜宿主成功踏出成为悍匪第一步，奖励顶级格斗术。顶级格斗术，好强的力量！就你这小身板，老子可是打了10年拳击。你小子，你再练10年吧。没事啊。是吗？我尼玛，这可是金刚啊！这怎么可能？黄队长，你没吃饭呐，给我干他呀！孙锦什么时候这么厉害了？这还是孙锦吗？这家伙这么厉害吗？你个狗东西，让你演戏，你趁机报复是吧？啊！
你他妈敢打我！我再说一遍，我在抢劫！哎呦，好怕呀！你是不是演戏演傻了呀？你拿一把他妈道具枪，你吓唬人呐！演戏结束，老子我干死你！我再重申一遍，这是抢劫，不是小孩子过家家。如果你们谁想死，那我就满足他。说好的演戏，你竟然来真的！孙哥，奥不言，哎，村爷，求求你了，饶了我吧！滚去那边，跪下！哎，我滚！其余所有人去等候区，双手抱头蹲好。不是演戏吗？怎么会是真抢啊？假戏真做，他是真的要抢银行。还装死呢？别闹！滚那边去！姐夫？你来这干嘛呀？我也是来抢劫的，不过我没你那么专业。我说你这几天怎么不去医院呢？不是你一个老神，你抢什么银行啊？你要进去了啊？我姐呢？哎，你姐看病要花很多钱，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吗？哎，我看你这么专业，你要不带姐夫一把？刚才的话，这些人8成都听到了。想不让姐夫坐牢，只有让他做我帮手，到时候再找陈景都说明情况。行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我同伙了。哎呦，这真强啊！沉甸甸的。这是扳机，这是保险 ，AK 后坐力大，得摁着。哎呦，这两个废物还敢抢银行，我这就报警抓他们。赵医生，要不要我帮帮你啊？拿来吧你！姓赵的，平常你在医院就耀武扬威，还敢当着我们的面报警，别拿劫匪不当坏人！不，是小孙，孙哥，伟哥，不，李哥，都是误会。这是不是女患者的照片啊？好啊！你在医院偷拍患者的裸照？不，你妈的！别打了，我知道错了，别打了！要死了！畜生，老子一拳打死你！这是什么呀？发生什么了？哟，怎么给围起来了呀？好像是抢银行。我不知道，刚来。啊，感觉是大事啊。陈景都，挺严重啊，恭喜宿主成功震慑所有人质，奖励顶级黑客技术。顶级黑客技术。原本还只想抢点钱，看来这回格局要大点。金库里的金子也不是不能考虑。孙姐，警察来了，怎么办？慌什么？优势在我，我去会会他们。陈监督您好，我是银行行长王忠烈。劫匪资料拿到了吗？劫匪共有2人，一个叫孙锦，是银行的临时工保安，另外一个是他姐夫，叫李大伟。这小子还找了个帮手。哎呀，他找帮手也没用，陈监督，那孙锦就是个废物，在银行里面他屁都不敢放。您放心，他撑不了多长时间。解救人质，抓住劫匪。是，景都放心，不过是一个小保安而已，我保证10分钟之内抓到他们，解救人质，给全市人民一场酣畅淋漓的 Great Show。
哎，对，我这就去喊话，让他马上滚出来。哎，孙姐，你们已经被包围了，赶紧放下武器，快投降！别开枪！我现在就出来！这么快就投降了？A 城城市银行发生特大抢劫案，其中一名劫匪叫孙锦，原本是银行的保安；另一名叫李大伟，是孙锦的姐夫。据了解，哎，别开枪！别开枪！哎，别开枪！别开枪！劫匪出来了，快对准他！别开枪！别开枪！这么容易就投降了，这也太菜了。大哥，你是劫匪，能不能有点基本的职业道德呀？就是，肯定又是演习，无聊，真无聊。A 城城市银行发生特大抢劫案，其中一名劫匪叫孙锦，原本是银行的保安；另一名叫李大伟，是孙锦的姐夫。据了解，孙锦的姐姐孙丽丽长期昏迷，医药费高昂，两人或因此才抢劫银行。哼，就这点胆量，怎么敢抢银行啊？就是，一下回就出来了，不等着进监狱吗？小姐，大伟，你们竟然为了我去抢银行！你看，3句话就给吓出来了，这就是个怂包啊！这也太弱，完全体现不出我们的实力。这小子，说好的努力当好一个劫匪，你逗我玩呢？哎呀，你这废物，怎么听说你还动枪啊？你挺牛啊！孙姐，你要干什么？警官，我看他不爽，劫持个人质。啊！这刚才发生了什么？我去，又被他劫持一个人质，这才是一个劫匪该有的职业素养嘛！大哥，666！难道这回不是演习，有好戏看了？哎呦，这劫匪挺牛啊！是啊，真没想到。你醒了？我马上给你安排检查。不要，我要看直播。不是，直播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哦，我说这劫匪怎么这么眼熟呢？这不你弟弟吗？嘿，这小子竟然在警察的眼皮子底下把人绑走。得，人质还没解救呢，又多了一个。吴队长啊，这次演习找的人不错。你小子疯了是吧？你不想干了，信不信我开除你？不用等你开除，老子早就不想干了。你怎么敢打我？恭喜你都会抢答了！打你怎么了？打你怎么了？哎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孙姐，我不是也，我服。服了啊！去那边跪着去，快点！混蛋，他怎么敢的？孙姐，放了人质，有任何条件都可以谈。好啊。给我准备一辆车，30套防护服，还有口罩。再来一台高性能电脑。车和防护服都没有问题，要电脑干什么？破解银行金库，当然需要高性能电脑了。你是傻子吗？你是？他
他要抢劫金库？金库里可都是金子，比钞票值钱多了。金库的大门是谁都能打开的？大哥，刚说完你有职业素养，你这也不行啊。这小子竟然想抢黄金，不过金库门可没那么好打开。孙姐，我很佩服你的想象力，但很可惜，这只能是痴心妄想。A 城银行的金库是由50厘米厚的军用金刚整体铸造，能抵御100公斤的 TNT 炸弹的正面冲击。电子锁系统更是采用46位动态混合密钥，每60秒自动更换一次，就算世界顶级黑客来了，也绝无可能破解。吴队长，话别说太满啊！现在马上给我准备高性能电脑，不然我现在就杀了王正烈。吴队长，你干嘛呢？赶紧把电脑送进来呀！孙姐，电脑可以给你，但我有个条件，你不是要破解金库吗？我要你直播破解全过程。吴队长，既然你执意要自取其辱的话，那我成全你，直播就直播吧，赶紧把电脑给我送进来，这场好戏我演定了。别，孙爷，你真要直播？那金库……闭嘴，等着看戏吧。姐夫，来，把这个给他绑上。别！好嘞，给我起来，起来，老实点。还有一个，给谁呢？孙爷，别，就你了。哎，孙爷，我给你，我给你升职。啊，不要！得了，门口跪着去。去。姐夫，剩下的人你看着。放心吧，谁动我打死谁。看，我们的黑客先生开始表演了，我倒要看看他能编出什么代码来。当着警方的面破解银行金库，这也太嚣张了吧？有没有可能他就是单纯的蠢？吴队长都说了，不可能破解。就这智商，还敢破译银行金库密钥？笑死！肯定不可能。破译密钥，这不是闹着玩吗？还想着给吴征上一课，顺便挖一挖那个大人物，看来失算了呀。孙锦，等我抓到你，一定要让你为今天的闹剧付出代价。孙锦还真的在破解金库密钥，他破得开吗？怎么可能？吴队长都说了，这是世界顶级防护。蠢货，不想着逃命，竟然真的要直播丢脸，等着被全网嘲笑啊！孙姐，进度条太慢了，算了吧。成了。真打开了。成了。他好像说他成功了。真的假的？怎么可能会这么快？肯定是装的，为了面子强撑。成功，真是笑死人了。46位动态混合密钥，就算超级计算机来了，也得算一会儿，这就成功了。我看肯定是假装成功，实际上在想怎么圆场的吧。孙锦，别演了，你不是说成功了吗？那你倒是让金库大门打开啊，光嘴上说说，谁信啊？别急啊，吴队长，你就那么着急被打脸吗？系统最后需要确认，20秒后
金库大门将会自动打开。孙姐，你就继续装吧。你要是真的让金库的大门打开，我就当着所有人的面把金库大门吃了。好，还有15秒，大家看好了，看他是怎么现眼的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孙姐，你不是说大门打开吗？你的门呢？警报！金库权限异常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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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金库大门真的打开了！操！我看到了什么？劫匪当着警察的面，只用一台电脑就破解了世上防御最高的金库。就这水平 ，A 城警方怎么保护我们？天哪，这可是46位动态混合密码呀！这小子竟有这本事！可恶！吴队长啊，这下舆论肯定炸了，警察的脸也给丢尽了。如何力挽狂澜，就看你如何对付他了。不过是一个小保安而已，能把金子安全带走才叫本事。立刻通知谈判专家和特警队来现场。是。警报！金库权限异常！这怎么可能？这家伙怎么这么厉害啊？小姐，你什么时候学的电脑？小姐，你可千万别动金库，不然你这辈子都毁了。这怎么门怎么打开了？不知道啊，门开了，大门开了。乖，这小子真把门打开了，这不可能啊！孙姐什么时候这么厉害了？以前怎么没发现啊？完了，那东西还在金库的保险箱里。要是让他们拿到，就全完了呀！孙姐，走，咱们去拿金条。不着急。这可是感应式的炸弹，不要进来哦。你给我等着，我一定亲手抓到你！快！这两个劫匪太嚣张，我要他们死！这不是演习吗？而且这现场是不是应该听现场指挥啊？这不是演习，一切听我安排。是。孙姐，咱们发了！孙姐，咱们发了！你姐姐有救了，能治了！恭喜宿主成功进入金库，奖励技能神枪手，神枪手精通所有枪械，可百发百中，拥有变态感官，可感知目标，预知危险。漂亮！这一下就算有狙击手，我也不怕。愣着干啥？快装啊！快！真发了！妈耶！小保安真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大真的敢在银行金库。敢动金库啊！这小子这辈子都完了。哎，你干什么去啊？你刚醒，不能乱跑。我弟弟不能有事，现在让他们听说还来得及，我必须马上赶回去阻止他们。这么多金子，
估计要几个亿了。早知道不跟他说申请等额奖金了。他们还真敢拿！谈判专家和特警队呢？郑郑，什么情况？一个演习还惊动了我们谈判组和特警队，情况不容乐观，立刻制定强攻计划。这是银行布局图，车上研究过了。狙击手占领各点位，突击组找到突风管道，突入内部。莹莹，对方非常狡猾，一会儿谈判时尽力吸引对方注意，为狙击组寻找机会，争取一击拿下。姐夫，你看着他们，我去探探他们虚实。好。劫匪在洗劫金库之后，再次出现在大厅。据了解，警方已经派出狙击手。狙击手注意，嫌犯已出现，立刻寻找点位，锁定劫匪。收到。孙锦，这是我们请来的谈判专家，有什么要求都能跟他提。谈判专家呀，好啊！我操，他竟然直接出来了！有狙击手啊，不怕被直接爆头吗？终究只是个小保安，意识太差了。他们居然安排了狙击手！坏了，孙姐，你快回来！废物，一旦被狙击手锁定，那肯定死定了。难道是妹妹要出手吗？如果是的话，那她确实死定了。外面有狙击手，你怎么可以出去？快回去！美女，你是不是也在看银行抢劫案呀？那劫匪是不是出去了？真是蠢到家了！快去 A 城银行，快呀！看来你小子的死期到了。有些秘密，终究不是你们这些贱民可以知道的。谈判专家呀，这小子竟然真的出来了，看来演习要结束了，能走到这一步已经很不错了。那过来吧。狙击手怎么样了？还躲在等候区，还没有锁定。继续寻找机会，只要找到合适点位，同时将你们击毙，演习就结束了。孙先生，我是谈判专家于颖，别担心，我是来帮你的。怎么老是这套开头啊？能不能换一个？狙击手，要不是系统奖励神枪手技能，怕是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。孙姐，这只是一个演习，你知道我有多忙吗？我能来已经很给你面子了，你赶紧投降吧，不要自讨苦吃。这位小姐，你能不能搞清楚情况啊？我是劫匪。小保安，我没时间跟你在这儿打哈哈，给你10秒钟考虑时间。10、9，看来谈得不顺呀。7、6、5。不对，目标都已锁定，立刻击毙！立刻击毙！3、2、1。都别动！谁动我他妈打死他！我操！中门对狙，枪法如神啊！警方这么多人都拿不下一个小保安，就这水平，怎么保护市民啊？这还是一个小保安吗？分明是退役的神枪手啊！这小子之前明明连枪都不会用，什么时候成神枪手了？精准捕捉子弹位置，还能开枪反击，这小子是怪物吗？可恶，他不是一个小保安吗？怎么会有这么大本事？哇塞，孙姐你也太厉害了！这小子有这么厉害吗？这怎么可能啊？这帮特警都他妈是吃干饭的吗？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小姐没事。小姐，什么时候学会的用枪啊？
这小子竟然还有这种本事！不过你终究还是难逃一死。孙姐，我真的是来帮你的。真是来帮我的？那我们可得好好的亲近亲近。别动！可恶，他竟然敢挟持谈判专家，简直是不讲武德，无法无天！不知道两国交战，不长来屎吗？我的发，又扛走一个！劫匪太不讲武德了，不过我喜欢。吴队长之前不是要给我们做一场秀吗？就这，我们纳税人每年在你们身上花了多少钱，竟然养了这么一群废物！退钱！退钱！不对，现在网络舆论对我们很不利，A 城市民严重质疑我们警方的办案能力。陈警督，是我们特警队办事不力，我再派几个狙击手。现在是说这些的时候吗？关键是如何扭转舆论。扭转舆论，立刻联系公共关系科，找几个关系好的媒体，我要接受专访。他疯了，竟然连谈判专家都绑了，这也太疯狂了！孙姐，这只是场演习，你有必要搞成这样吗？于小姐，现在你还觉得这只是场演习吗？不想死就老老实实待着。可恶，这个小保安竟然假戏真做，这要抢银行！吴队长，对于劫匪劫持谈判专家，请问你有什么想说的？警方真的有能力保护 A 市市民吗？请问您是否想要辞职呢？听说对方用枪如神，请问警方是否查清对方的具体身份？据我们所了解，劫匪孙锦长期沉迷暴力射击游戏，好吃懒做，超前消费，所以导致入不敷出，策划这场银行抢劫案。据说是为了买更大的显卡和大内存，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和游戏欲望。而且什么？还拉着这么大动静，竟然是为了买显卡和内存条？现在的游戏害死人警呐！方一定会把他捉拿这归案的。种社会渣子，不好好赚钱，偏走歪门邪道，赶紧枪毙了吧！我们警方一定会把他捉拿归案的。这劫匪真他妈绝了！为了买内存和显卡，打游戏去抢劫，污蔑，那是污蔑！这些金条加起来至少上亿，不知道陈警督会不会给我兑换啊？劫匪孙锦长期沉迷暴力射击游戏，好吃懒做，超前消费。这不是睁眼说瞎话吗？你看，他们居然敢污蔑你！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和游戏欲望。正常，过了这么久，咱俩还没被抓到，舆论肯定炸了。他们想挽回形象，肯定往我身上泼脏水了。不行，必须得给他们点颜色看看。你们两个起来，过去，快！哎，姐夫，干嘛呀，姐夫？你们这帮混蛋，竟然敢污蔑孙锦，信不信我毙了他俩？不要！孙丽丽，你竟然醒了！你弟弟和你丈夫，我会劝他们投降的。没想到孙锦的姐姐竟然醒了，如果这小子有胆量，8成可以把那件事捅出来。啊，姐，丽丽，姐，你醒了，你醒了，你醒了，你终于醒了，你终于醒了。小姐，大伟，你们糊涂啊！为了我抢劫银行值得吗？赶紧投降，还能少判几年。小姐，既然你姐醒了，咱们抢劫银行就没有用，要不咱们就……姐姐当年莫名其妙从楼梯滚落，肯定有原因，我得问清楚。不着急，姐夫。姐，我问你，1年前你从楼梯摔落，是不是有人害你？小姐，这件事说来话长，你先投降，以后姐慢慢和你说好吗？姐，是不是他们两个害的你？哎，跟我们没关系啊，跟我们没关系啊，没关系啊。给我动起来！瞪什么瞪？当年
李李追龙是不是你俩干的？不是我们，不是，真不是我们。不说实话是吧？姐夫，往死打！孙丽丽，你还不拦着他们？出了人命，他们都逃不掉。姐，别打了！我说还不行吗？我确实没有跳楼，那是他们两个把我推下楼的，因为我发现了他们做假账的证据。劫匪孙瑾的姐姐孙丽丽赶往劫案现场，却意外牵扯出银行贪腐案，事情开始变得不一般起来了。做假账，这是银行贪腐啊！劫匪大哥，这是要直播破案吗？竟然真是你们两个！我弄死你们俩！孙瑾，这是演习，伤害他人造成严重后果，是要负法律责任的。哎呀，蠢货，找证据才是第一位呀！哎呀，孙丽丽，你是想他们坐牢是吗？赶紧阻止他们！小姐，大伟，别打了！小姐，住手吧！住手！我父母在我小的时候就死了，是我姐一手把我带大的，长姐如母啊！他们差点害死我姐，我怎么住手？操！小姐，小姐，别打了！姐这辈子最大的心愿，就是看着你平平安安成家立业。停手吧，姐求你了！姐求你了！这个小保安快崩溃了，继续刺激他，让他失控，让他成为真正的劫匪乃至杀人凶手，这样你们方便动手。我会用合理合法的方法除掉他们。吴队，劫匪已经失控，我建议让突击组立即行动。行动！别打了！别打了！你姐说我们把他推下去，我问你有证据吗？你不能我他妈没证据也能帮了你！不要，小姐，我知道证据在哪里。他们有个账本，就在银行金库的保险柜里。金库保险柜。姐夫，带着这两个畜生，我们回金库。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走！妈的！小姐，大伟，你们别冲动。孙瑾，把他们交给我，警方会还你们公道。你们啊，你们连我都抓不住呢，拿什么好公道？小姐，老实点！天哪，这么多保险柜，怎么找啊？全部都砸开，至少要3天呢。别忘了还要找账本呢，谁知道在哪个保险柜？他们实在是太狡猾了。从这里找，我已与大海保证，这个孙瑾还是太鲁莽了。蠢货，以为靠自己的本事就能查到真相，最后还不是要靠我们？金库保险柜这么多，就算知道账本在这儿，怎么找啊？孙姐，这儿有100多个保险柜，你就一个一个试，试到明天你也打不开。识相的，拿着黄金赶紧走，我们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。就是，这保险柜不是你们家衣柜，你们没有密码和钥匙，你打不开啊。对啊。检测到宿主成功击败狙击手，奖励技能超级扫描。超级扫描启动。不用找了，你们藏的脏东西就在那里。你怎么知道的？
验证已通过。这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这个保险柜的电子锁是最高级别的。这里边估计也有不少证据，先收起来。这就是银行的家账流水。完了，全完了，完了！他指哪个就是哪个，透视眼吗？指纹还能直接用电脑破解？你跟我说这是普通保安？警方查不到，他进去扫一眼，抬手就破解。这对比，我对脸疼不？他拿到了。事情搞砸了，那个女人醒了。醒了？你放心，我一定尽快找到新的心脏背景。你过来，手。我女儿的血型是罕见的熊猫血，找了3年才找到合适的配型。你以为你能找到新的？是。这个女人必须死，当然还有她的弟弟和老公。是。这2个劫匪碰了不该碰的东西，想尽一切办法除掉他们。突击组已经进入通风管道，一有机会我会立刻下令动手。你们骗了这么多老百姓的血汗钱，真是畜生不如！老子毙了你们！聂爷、孙爷，求求你们饶了我们俩吧！这下全完了。现在知道害怕了，干坏事的时候想什么呢？解放，带着账本和他们，我们出去，是时候让所有人瞧瞧这群蛀虫是什么样了。起来！竟然真的找到了！这怎么可能？这小子完全想不到啊！哇，他也太厉害了！这几个人真厉害，小小的保安，这小子还真有点本事。闹吧，这么一闹你就死定了。小姐，你真的找到了！最新消息，2名劫匪在众多保险柜中精准找到了藏有账本的保险柜，这都能找到，哥们儿，你是不是透视眼啊？看到没？这就叫专业。这效率比那些吃干饭的警察强了不是一星半点啊！他们这是找到账本了，完蛋了，这回我们3个可要遭殃了。是不是跟你们3个有关系？你们一个都跑不了。小姐，诸位，账本已经找到了。想知道这2个蛀虫一共骗了老百姓多少血汗钱吗？30个亿！银行行长王忠立伙同银行经理赵巨虚构理财产品，非法骗取用户储金，高达30亿。所有交易记录上面写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老子之前就在这里理过财，跟我说亏没了，原来是骗我的。这么多钱，他们怎么敢的？30多个亿，这简直是泼天的大新闻！快，全录下来。我奶奶之前在这里买过理财，全都赔了。我来问情况，还被银行的保安打了一顿。要不是劫匪大哥告诉我们真相，估计我们还在蒙在鼓里呢。就是啊，这哪是劫匪啊？这根本就是包青天啊！就是啊！真没想到 ，A 城银行竟然乱到这种程度，简直是触目惊心。王忠立、赵巨，那些可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，你连这些钱都骗，你们还有没有良心啊？经理桂圆，竟无1人幸免。唯一发现的人还被你们推下楼梯，简直丧心病狂。孙锦，把账本给我，我会交给专人处理。交给你，
谁知道你们是不是蛇鼠一窝呀？对，我们谁都不信，就信我们自己。听着，今天我不但要把我姐的公道找回来，我还要把账本的明细公布到网络上，把所有老百姓的公道也找回来。这里面应该有不少的线索，先留起来吧。以总行的名义发布公告，偿还储户欠款。是。连我的钱都敢动，你必须死！最新消息，孙锦上传被骗款项明细后，A 城银行总行已经发布最新公告，表示将逐一偿还被骗款项。我奶奶给我打电话说，她真的收到钱了。我堂姐也收到了银行赔付，这拯救了多少支离破碎的家庭啊！劫匪大哥配享太庙啊！这小子心里倒是有些正义感，不过能把背后那个大人物挖出来也不容易。孙姐，你私自公开银行账目，知道会给银行带来多么大的压力吗？会给社会带来多么恶劣的影响吗？压力、影响，这不是他们应该承担的吗？那些被骗钱的老百姓，他们就没有压力，他们就没有影响吗？扯淡！就是，你这么激动，是不是这事儿也跟你有关系？你放屁！我怎么会和这件事有关？不对，再放任他们闹下去，不知道捅出什么篓子。突击队怎么样？突击队找到入口，正在准备攻击进入。尽快打开入口，抓住他们。是。现在证据确凿，还有什么可说的？什么证据？我们怎么不知道？我姐姐发现了你们银行的黑幕，你们恼羞成怒，把我姐推下楼梯，还敢不承认？信不信崩了你？来呀！你有本事干死老子，反正老子这辈子也废了。孙姐，我们承认我们虚构了理财产品，骗了人，但这不能证明是我们把你姐姐推下楼的。狗东西，还不承认，老子毙了你！不着急，姐夫，要证据是吧？我有的是办法，找出你们害我姐的证据。孙姐，你不会是想调监控吧？这事情都过去3年了，你查得了吗？啊！我们是贪了钱，那也是经济犯罪，那最多就判刑嘛。杀人是要吃枪子儿的啊！想让我们承认，除非你拿出证据。就是。我去，这2个人也太无耻了！劫匪大哥，直接给他们枪毙算了。查3年前的监控，这不扯淡吗？别忘了，劫匪大哥可是能攻破银行金库的顶级黑客，我倒是觉得不是不可能。据我所知，市面上的监控都是1个月删除一次，都过去这么久了，怎么可能查得到？除非当时恰好有人拍到，又恰好留存了下来。难道就真的没有其他办法了吗？孙姐，把他们2个交给我们，警方会让他们受到应有的制裁。你呀，吴队，你还是省省啊！这件事儿我自己解决。孙锦，要不还是把他们交给吴队长吧。姐夫，相信我，我一定能找到证据，还我姐一个公道。别浪费功夫了，我跟你说，你要是能查出证据来，我就撞死在这儿。就是，还有我，嘿嘿，这可是你们说的啊！找到了。监控记录被删除了。孙姐，这就是你找的证据啊！你笑死我了！黔驴技穷了吧？这2个混蛋，怕不是早有准备？劫匪大哥可是能攻克金库的存在，连他都没办法找出监控吗？想要洗刷冤屈，怕是不可能了。果然不行，时间确实过去太久了。小姐，找不到没关系，尽力就好。孙姐，相信我们，我们一定会还姐姐一个公道的。不需要这个公道，我会亲手讨回来。你凭什么？就凭你这张嘴啊！孙姐，你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臭保安呢，一个废物，你找个毛线啊！都给老子闭嘴！要不还是把人叫出去吧。监控视频已经被删除了。删除？删除就不能复原吗？可惜
许就算是他，也恢复不了3年前就删除了监控数据啊！孙锦，你还不放弃？你真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啊！你要是查不出来证据，老子就告你诽谤，让你牢底坐穿。让我牢底坐穿，那可能不太可能了。不过，我可以请你吃子弹了。这可是3年前被删除的视频，竟然真的恢复了，太牛逼了吧！为了骗钱，竟然把人推下去，简直是丧尽天良！这种人必须枪毙！枪毙！这是假的，是 A 做的，是伪造的！假的！假的！老子宰了你！孙锦，还不赶快阻止他们！你想看着他们被打死吗？大伟，快住手！把人打死了，别拦着我！你会偿命的。孙锦，住手！我可以帮你们向法官求情。姐夫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姐夫，可以了，姐夫，怎么可以了？差点把你姐给弄死了，难道就这么放过他们吗？我李大伟是我呢，但是谁敢动我老婆，我就弄死谁！好了，姐夫，你要是进去了，我姐怎么办？算你们走运！孙锦，我再说最后一遍，把人交给我们。吴队长，等时机合适了，我会把他们给你的。你们两个往那边去。孙锦，突击队怎么样？已经揭开通风口，随时可以强攻。立刻强攻。是，突击队准备，开始行动。终于进来了，姐夫，你看好他们，我去抓几只蟑螂。蟑螂？去吧，放心，这有我。突击小组已进入银行内部。突击队准备就绪，开始行动。开始行动。还给我！给孙锦发消息啊！我只是不想我弟弟有事，求求你们不要伤害他。对媒体封锁消息，突击小组的事情不能漏风声。是。特警突击小组可不是吃干饭的，敢动我的东西，你只有死路一条。你们3个，你走左边，你走右边，大厅汇合。等等，最新消息，上实弹，对方反抗，可以开火。小姐，大伟，你们一定要平安无事。放心吧，我是不会让他死的，我一定会亲手抓到他们。千万不要掉以轻心。陈警督，你看不起我们特警队？孙锦这小子可不是寻常的劫匪，狙击手就是一个例子。能进入特警队的都不是寻常人物。就拿1号特警来说，他绰号下山虎，平常10个8个汉子根本进不了身。就那个在地下拳场连胜49场，差点把人打死的拳王？没错，就是他。吴队你也听说过？简直如雷贯耳。有他在，我们肯定抓得到孙锦。下山虎，孙锦这小子恐怕吃不消啊！就这还叫下山虎啊？我看你像病猫。在我面前装神弄鬼，你还嫩了点儿。哼，下山虎只是其一，2号也不是寻常人物，他绰号夜蝙蝠，擅长隐匿追踪，任何人在他面前都无所遁形。刚，你藏哪儿了？至于3号人物嘛，他绰号刺客，把匕首玩得出神入化，敢靠近他2米之内，必死无疑。
要干嘛？别过来！恭喜宿主成功击败3名特警，奖励技能顶级易容术。顶级易容术，是时候该逃走了。居然有人来偷袭！肯定是特警突击队。突击队来了，这小子死定了！来骗，来偷袭，这帮混蛋不讲武德！不知道小心他。哎，区区几个特警而已，还不能把我怎么样？哈哈，孙锦你也太牛了，连特警都搞定了。这怎么可能？我靠，怎么会这样？这帮特警都他妈吃干饭的！怎么这么久了还没消息？我以特警队队长的身份向你保证，突击组一定抓住孙锦。秦队长啊，别那么自信，你还是问问。1号，听到请回答，听到请回答。他估计正在忙，我再问问。2号，听到请回答，听到请回答。依我看，这突击小分队凶多吉少吧？不可能，他不过是一个区保安，怎么以1敌3，打败3名顶尖特警？陈警督，他们3个可是万中无一的特警精英，怎么可能抓不到孙锦？对，依我看，他们肯定忙着抓孙锦，没有时间回复。3号，听到请回答，听到请回答。秦队长，看了这么久不累啊？不好意思啊，让你们失望。你们派去了3只蟑螂，被我拍死了。小姐没事，太好了。这小子果然搞定了3名特警。这不可能啊，那可是3名万中无一的特警，他个小保安怎么可能打得过？这完全不合理啊！怎么会这样？那位大人物要是知道了，还不活剐了我？完了！最近消息，警方派出3名特警突击打入银行内部，想要生擒2名劫匪，但最终全军覆没。我去，竟然搞偷袭，你玩不起啊！就是，这太无耻了。无耻就算了，3个打1个都没打过，你们是干什么吃的？简直无能至极！最近消息，警方派出3名特警突击打入银行内部，想要生擒2名劫匪，但最终全军覆没。啊，怎么会这样？秦队长千挑万选的特警精英，就这么没了？这个小保安到底是什么来头？废物！废物！孙锦，你要干什么？别紧张啊，吴队长，我就是给您提个醒，下回可不能耍花招了，不然下回这枪就打在你们特警的身上了，或者我身后这枚感应炸弹上。孙锦，有什么要求都能提，不要乱来。要求我提过了呀，怎么着？您忘了？什么要求？我之前说了，1辆车，30套防护服，东西没等到，3名特警溜进来了。吴队长，您是贵人多忘事啊，还是您存心针对我呀？你，东西我早准备好了，拿给他。哼，这不是有吗？孙锦，投降吧，你是逃不掉的。吴队长，你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自命不凡，看着吧，我一定会大摇大摆的走出去。你。好啊，我倒是要看看你是如何从这大摇大摆的走出去，我一定会亲手抓到你。这女警还破防了，一个只会吱呀乱叫的废物，有本事冲进去把人抓了呀！大摇大摆的从这里走出去，劫匪大哥，这是赤裸裸的挑衅啊！劫匪大哥牛逼！立刻调集警力，给我把这围了！我要让他插翅难逃。把拆弹专家给我叫过来。姐夫，让这些人把防护服还有口罩给我换好，
把炸弹给我绑身上。好，炸弹，不要啊！你说不要就不要啊！大家不要紧张，这些炸弹未必就是真的。于小姐，你的意思是说炸弹是假的？孙姐，我是谈判专家，主修心理学，你的一举一动我都看在眼里。我断定，你就是在演戏，这些炸弹是假的。是吗？这小子不会杀人了吧？拆弹专家呢？3分钟看不着他，他就等着挨处分吧。空包弹还挺唬人啊！于小姐，现在你还觉得这是假的吗？不，你可以不信，但是呢，你要亲手拿着它。不要！把衣服脱了。脱衣服？人在屋檐下，不得不低头。这孙姐长得也不差，我也不算亏。干嘛呢你？你不是让我脱衣服，要和我那个吗？我是那种人吗？闭上！装过去。哎，这小娘们身材真好啊！这狗东西还挺会玩。姐夫，你把他们的防护服还有口罩全部穿好，然后把炸弹都给我绑上，等我回来。你干什么去？我呀，当然是去办正事儿。来，把衣服换上，老实点。你想干什么？当然是把炸弹给你们俩装好了。孙姐，我告诉你，你现在回头还来得及，我会向法官弟弟求情的。没错，外面全是警察，你跑不掉的。有你们俩的帮忙，我怎么可能会逃不掉呢？嘘！已经将整个银行团团围住，是否强攻？尽快拆除炸弹。是。哟！挺好。哎，小秦，咱们什么时候换防护服啊？咱们为什么要换防护服？不是要混在人群中逃跑吗？姐夫，你说你都能想得到，他们想不着啊？那我们怎么离开啊？当然是靠大家帮忙啦。各位都绑好了吧？不说话就当是绑好了啊！现在我只要按下这个遥控器。孙姐，我不想死。安静！大家听我讲啊。所谓呢，上天有好生之德，我孙锦也不是滥杀无辜之辈，所以把炸弹改成了距离感应，5分钟之内跑出去2公里。
就没事了。谢谢孙姐，谢谢你，太好了，我们有救了。不用死了，5分钟2公里。孙哥，你知道我跑不动啊。孙哥，你就看在我照顾你姐姐那么辛苦的份上，还有你老婆，你就放了我吧，好不好？我真跑不动，不想死啊！哭啊，哭也算时间哦。你们还有4分48秒。不要过来，有炸弹！所有人卧倒。炸弹是假的。人质，嫌犯一定在里面。别动！控制人质，一个都跑不掉。退后！这小子竟然用假炸弹骗了这么久。最新消息，被困人士因不明原因冲出银行大门，劫匪在门口设置的感应式炸弹竟然只是个玩具，请看最新报道。特警队不是被抓了吗？不对，是假扮的，快去追！是。给我抓住他们！妈的，跟他跑了！所有人一起上车，追！刚才那2个看身形，看着不像小景和大伟啊。吴队，劫匪都跑了，你怎么还不去追啊？有秦队在，我相信他们逃不掉。你不是说要亲自抓住孙锦的吗？秦都，你就那么确定刚才跑的人是孙锦和李大伟吗？哦，你是说刚才跑走的那2位有可能是假扮的？没错，孙锦十分狡猾，如果他要逃的话，一定会换上防护服，而不是多此一举换上特警的衣服。不愧是吴队长，脑子果然好使，就是太自命清高了。站长，我身上有，我们身上有炸弹，不要开！快放我们！什么？所有人注意，人家身上有炸弹，大家不要紧张，不要乱跑，我们会尽力保证大家的安全的。还跑个屁呀！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距离感应式炸弹，不跑了。5分钟之内跑出2公里就会爆炸，现在已经不到5分钟了。要不是你们拦着我们早跑5公里之外了，对吧？对啊，就是啊。安静，先拆炸弹，保护人质，快！愣着干什么？赶紧拆啊！是。你们干什么？给我拆！给我拆！谁给我拆？给我拆！给我拆！老子开除你！开除我！老子我命都没了，我让你开除！谁给我拆我的？你不要脸！不想死就给我安静点！先给他拆。是。凭什么先给他拆？我们的命就不是命吗？啊！对啊，他是人，老子不是人啊！我要投诉你，我举报你！对啊，我举报你啊！就是给我拆！给我拆啊！投诉你！凭什么给他呀？我们的命就不是命吗？啊！哎呀，吵什么吵？就剩5秒钟了，大家都死吧！我不想死了！所有人卧倒！快走！没死。没事，假的，没事。这么说不要死了？
是我的救命恩人。又被孙姐这小子给耍了，哈哈哈哈哈！太好了，小姐，果然不是滥杀无辜的人。他早就算准了，他们早就算准了，算准我不会不顾人质的安危。孙姐，你给我等着，你给我等着，我一定亲手抓到你。劫匪大哥，这操作简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呀！吴队长，这是彻底绷不住了。废话，被人用假炸弹耍了2次，搁谁不破防啊？吴队，人质均已控制完毕，共是3人，没有找到劫匪。至于人质身上的炸弹，专家鉴定是玩具。我不知道是玩具啊，用你说。孙姐，别以为你搞这么多事，我就会重你调虎离山之计，把这些涉嫌银行抢劫案的人都给我带回去好好审，剩下的人跟我进去继续搜。是。给我守住所有的出口，连一只苍蝇都不能放出去。剩下的人给我继续搜。是。不管是调虎离山，还是金蝉脱壳，这小子都跑不了。这样也好，至少不用给他申请等额奖金。警方已控制银行所有出口，目前正全力搜寻2名劫匪。我去，这调虎离山之计啊，恐怕是不行了呀。是啊，谁让警方人多呢？劫匪大哥插翅难逃喽。吴队，整个银行都搜遍了，没有，不可能。哎，吴队，有没有可能刚才逃走的确实是孙瑾和李大伟？不可能，如果他要逃走的话，肯定会穿防护服，而不是特警的衣服。你带人再给我搜一遍。这个吴队说的对啊，根本没必要，这人还有2把刷子。劫匪大哥危险了。走。找到你了。哟，吴队长，你不是要亲手抓到我吗？怎么还没来啊？孙瑾，真让你逃了？难道我眼花了？哎呦，不会吧？机智如吴队不会认为我还在隐藏吧？这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啊！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去追！是。他们真的跑出去了，我要去找他们，劝他们赶紧投降。最新消息，劫匪孙瑾和李大伟已经逃出银行。劫匪大哥这智商真是服了，你也别叫孙瑾，叫诸葛瑾吧。你以为我不会穿特警服逃走？哎，我偏就穿了特警服逃走。哈哈。哟，吴队长下楼了，你赶快来吧，不然我和我姐夫真的逃走了。哼，孙瑾，别高兴得太早，放心，我会亲手抓到你。所有人，跟我走！你们看到刚才那个吴队长的脸都白了。他之前不是说要亲手抓到劫匪吗？他之前不是说要来一场最完美的秀吗？现在呢，啪啪打脸了吧？这小子总是能给人惊喜，不过你如此挑衅无争，恐怕脱不掉了。秦飞虎，你们那边怎么样？追到人没有？还没有，劫匪绕了一圈，现在上 A 城大道，正在往南行驶。继续追，绕到前面截住他。掉头，上 A 城大道。吴队长掉头了，赶快跟上。好。最新消息，警方的车子突然掉头，上了 A 城大道，似乎要围堵孙瑾和李大伟。后续情况我们会持续报道。哎，美女，刚才拉你去银行，感觉你不对劲儿，原来你是劫匪的姐姐呀！你弟弟真牛逼，把警方耍得团团转。再厉害有什么用？根本就斗不过警察，他们太傻了。警方的车子突然掉头，上了 A 城大道，似乎要围堵孙瑾和李大伟。师傅，上 A 城大道，快！哎，得嘞。别动！别动！开枪！吴队，我不是孙瑾，是我。我不是李大伟。孙瑾，还装呢？你以为你换了身衣服我就不认识你了是吗？吴队，
我真不是劫匪，我们被易容了。啊，对，啊这个，哎，我的证件。哦，可笑，拿着2张假证件就能糊弄过去吗？当我眼瞎？我们身上有炸弹，10分钟跑不出30公里就会被炸死，赶紧让我们跑！哥们儿，那炸弹不是假的吗？都这个时候别装了。吴队被你耍得团团转，就算化成灰，他恐怕都能认出你这张脸。愿赌服输啊，爷们点吧。大伟，小姐，赶紧投降吧！我求求你们了！可恶，我根本就不相信。来不及了，炸弹快要爆炸了，赶紧冲过去！好跑！抓住他们！小姐，大伟，大伟，小姐，你们怎么样？快叫救护车！叫救护车！幸亏有防弹衣，不然死定！我说了，我不是劫匪。孙锦、李大伟，你们不是很能跑吗？继续跑啊！孙锦，我说过，我一定会亲手抓到你。吴队、秦队，我是夏山虎啊！我真不是孙锦，我们俩被易容了。我们本来可以跑出30公里的，都被你们给搅黄了。逃出30公里，又是距离式感应。你们觉得我会信吗？不是你炸弹是假的。太好了！哎呦，我们得救了，我们不用死了。你们是不用死了，但是你们会受到最严厉的惩罚。吴队，我要说多少次您才能信呢？我们被易容了。被易容之后，我们被绑了炸弹，我们不得不跑啊！不可能，这世界上就没有人通过化妆能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。真的，不信你看。这怎么可能？假的吧？小姐什么时候学会化妆了？还化得这么好？她就是很会化妆啊！有你们2个帮忙，我怎么可能会跑不掉？这你们2个，这不对啊！我们他妈又被耍了，又被耍了！真的是易容术，没想到劫匪大哥居然有这种绝活。这不对啊！如果他们压根就没出来过，又不在银行，难道他们原地消失了？难道他们原地消失了？这竟然是假的！没想到，就连我都被这小子给耍了。这小子到底在哪里呀？还能在哪儿？我敢肯定，他们现在就在银行。小姐，好像真的没人了，一个人都没有。那当然了，那不抓我去了吗？那咱赶紧走吧。不着急。吴队长，你不是说要抓我吗？咋跑外面去了？这小子果然还藏在银行里，2次调虎离山，还真厉害。或许考虑可以跟他合作，把那个大人物彻底的挖出来。吴队、秦队，是孙姐。哟，吴队长，这么快啊？你不是要抓我吗？怎么跑外面去了？小景和大伟，
竟然在银行！我脑子要烧掉了！劫匪大哥在银行，为什么？吴队，你不是带人搜了整个银行吗？怎么没有找到他们？我还专门带人搜了第2遍呢。别想了，吴队，我可以明白的告诉你，你本来都要搜到我了，就差一点，就那么一点儿，你没坚持啊。找到你了，吴队长。所以，你当时在那柜台后面是吗？恭喜你，答对了。当时我们把包落在外面了，躲在办公桌底下。你往这边走的时候，我心跳到嗓子眼儿了。哎呦！所以说，一看到我那个视频，你果然上当，离开了银行，你就中了我的调虎离山计了。所以当时把人质放出去制造混乱，再让2个特警趁机逃跑，就是为了引我们出动。不过这招调虎离山呢，只能对笨一点的人用，像聪明一点的就不太好使了。谁智商低呢？所以第2次，你在我即将发现你们的时候，播放 AI 合成的视频把我引开。你看看，你看看人吴队长，果然是天资聪颖，一点就透啊！不枉我费了这么大功夫陪你演了这么一场好戏。哈哈，这些自己聪明的警察，竟然被一个小保安玩弄于股掌之间，脸都被打肿了吧？吴队长，之前我就说过，我会大摇大摆地走出银行大门。既然你不来抓我，那我就走了。拜拜拜拜。走！混蛋！吴队，对于今天发生的事，请问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你不全看见了吗？你要我说什么？切，自己没用，被人耍了，冲我发什么火啊？进来。你俩这鼻青脸肿的，怎么回事？陈警督，我们在押解犯罪嫌疑人回去的路上，被人劫了。什么？银行经理赵巨和行长王忠立都被劫走了。都被劫走了？难道是那个人做的？证据链一断，这银行黑幕恐怕查不下去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是我们没有。请您放了我们吧。我不希望你们再出现在 A 城，否则死。谢谢拿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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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拿督。这2个箱子里各有500万，赶紧滚！是，是。拿督，今天的事情舆论影响很大，您看？小风小浪，不足挂齿，我会处理的。小姐，你也想得太周到了吧？还找了个房子做安全屋。那当然，我可是要立志做一名优秀的劫匪。那你可太优秀了。我们发了！哎呦，可惜这钱不能拿，我们还是穷光蛋。哎，不对，系统，你不是要给我500万吗？恭喜宿主成功扮演劫匪，完成银行抢劫，评分达到 S 级，500万现金已发放。
上海那个咱们真挺今天新闻发布会一定要好好报道。人还没抓到，哎，来，吴队长，请问你们什么时候能抓住2名劫匪？陈警督，关于银行虚假理财案，你有什么看法？回答一下吧。对啊，请接受我们的采访。说一下吧。到底什么时候能抓到？大家安静一下，你们的问题我们会一一解答。诸位，2位银行劫匪确实在逃，不过请大家放心，3天之内一定将劫匪缉拿归案。听说涉及虚假理财案的银行行长和经理昨天被人劫走了，情况属实吗？确有其事，虚假理财案涉及数额巨大，对 A 城市民造成巨大的损失。对于此案，我们一定要严查严办，不但要把在逃案犯缉拿归案，还要将背后之人绳之以法。陈京都偏题了吧？赵巨和王中立竟然被劫走了，这俩人背后肯定有人。哎，你看，拿督来了，他肯定会派人去查幕后黑手。陈京都偏题了吧？拿督来了，快过去。拿督好。拿督，请问您说的偏题是什么意思？诸位，虚假理财案确实很有疑点，但 A 银行已经赔付市民的损失，所以我认为当务之急是要抓住这2名银行劫匪。拿督这是想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。据我了解，劫匪孙锦长期沉迷于不健康的视频和枪战游戏，在工作期间曾多次骚扰乃至于非礼女客户，品行恶劣。我们有理由怀疑，他们抢劫银行之后，他们会狗急跳墙、铤而走险，实施盗抢等更多极端暴力的案件。我去，原来这小子是个色情狂。死肥宅，果然是又蠢又癫。亏我还觉得他是个好人，看错他了。哎，这拿督不让人去查虚假理财，居然还污蔑你！这老东西敢往我身上泼脏水！你不是不想让人查虚假理财案吗？好，我就偏逼着你查。所以我决定集结 A 市的所有警力，全力调查银行抢劫案。拿督，你身为 A 城最高警官，这么污蔑我，不合适吧？孙金，你抢劫银行是事实，拿督什么时候污蔑你了？抢劫银行？这不是演习吗？我记得是吴队长亲自来我们 A 城银行，点名让我做这次演习的劫匪啊！而且我打的全是空包的。原来我们抢劫用的都是假枪啊！不对呀，咱们费老劲抢的金子不都得还回去吗？姐夫，你真想吃枪子啊？不是，就是觉得那么多钱太可惜了。孙琴，你的行为已经超出演习范畴，现在是在违法犯罪。我劝你赶紧投案自首，不要自误。自首？可以啊！你们把虚假投资案的幕后真凶抓出来，我和我的同伙，我们就自首。对呀，我们又没有违法犯罪，这不是演习吗？又没伤害谁，是吧？你们不去查幕后黑手，一定要来抓我们，我看你这就是包庇。是啊，拿督为什么不让查虚假理财案呀？虚假理财案造成多少人家破人亡啊？说的不错，更何况银行抢劫案本就是演习，拿督还想通过污蔑孙锦掩盖理财案。现在好了，这案子不查也得查，这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。拿督，你不会是做贼心虚，怕查到自己头上吧？就是。这是教堂的钟声。孙锦就藏在教堂附近，能看到电视塔的地方，抓紧找，尽快。是。
最新消息，劫匪孙锦就藏在 A 城教堂附近，能看到电视台的地方。A 城唯一教堂，A 城教堂已锁定。电视塔周围5公里数据已导入，启动大数据分析，最快速度找到孙锦的藏身之处。快！是。孙锦，我们怎么处理案件？轮不到你个劫匪指手画脚。孙锦，有件事我要告诉你，你姐姐昨天晕倒了。什么？你说我姐怎么了？丽丽现在什么情况？情况危急，需要手术。你们现在投降，或许还能见你姐最后一面。拿督，这是想通过孙锦的姐姐钓孙锦这条大鱼，好阴险。孙锦，如果你现在投降的话，我们可以找最尖端的医疗团队给你姐姐治疗，而且全程免费，如何？这件事情我会考虑的。分析完成，目标位置位于花园小区5栋401房间。孙锦位置已确认，花园小区5栋401房间。这么快就挂了？是这样啊，怪不得。没想到，不知道邢飞虎有没有锁定孙锦的位置？孙锦已经找到。是，我现在就去。感谢大家来参加今天的新闻发布会，今日到此结束。小姐，不知道你姐姐什么情况，咱们得赶紧去医院，我要见她一面。好。咱们走吧，小姐。小姐，你咋不走啊？嘘。啊！他们怎么找到这儿来的？那警方的高科技手段多着呢，现在当务之急是怎么脱身。那现在怎么办？要不从后边窗户跳下去？姐夫，咱们走出去。走出去啊？易容，这能行吗？哎呀，其实秦飞虎脑子直，还是我这些东西最管用。这高跟鞋也太难穿了。哎，你姐夫，省着点吧。记住，你我现在就是去医院看病的好姐妹啊！姐妹？嗯，对。姐妹。警察，不许动！水还是温的，人没跑远，楼上楼下掘地3尺也给我找出来！走。是。现在的女人，穿个高跟鞋路都不会走。快上车！秦队，整栋楼上下都搜遍了，没人。不可能，他们肯定还在附近，扩大搜索范围。是。哎，宋秘书，秦飞虎，人呢？抓到没有？您怎么亲自来了？放心，有我在，他们插翅难逃。屋里有搜过，
暂时没人，不过让弟兄们扩大搜索范围。闭嘴！我再问你，刚才有没有可疑人员离开？可疑人员？刚才上去2个住户，下来2个女的，然后穿的花枝招展的上车以后就往门口走了，也没什么可疑的，这算可疑人员吗？长得怎么样？往哪儿走了？就长挺高的，其中一个有点胖，拎着个大包，穿高跟鞋不太利索，然后就往东走了。货！妈的，那就是孙锦和李大伟，他们肯定用了易容术，你居然把他们放走了！易容术？不会吧？我看就2个普通女的呀！饭桶废物！拿毒养你们有什么用？连个人都看不住，立刻给我追！调取附近所有监控，封锁东边出城的所有道路。是，我马上去追。拿督，情况有变化，孙锦比我们想象的要狡猾，他用的是易容术脱身。是我明白，我会调集所有力量，绝不让您失望。哎，小姐，幸亏你反应快，不然咱们就被抓了。能抓我的人还没出生呢。恭喜宿主成功逃过特警追查，奖励被动技能100%空手接白刃。我以为任务结束了呢，原来还有啊。小姐，姐夫，要不咱们还是投案自首吧，反正咱们也没有真的抢银行。为什么呀？我担心你姐姐。姐夫，拿督极有可能和幕后黑手有关。他说我姐病重，很可能就是为了引我们上钩。现在投案，他肯定会搞死我们的。反正不管怎么样啊，我都要见你姐最后一面，就算是自投罗网，我也认了。哎，姐夫，你冷静点，姐夫。怎么冷静？她是我老婆，她还是我姐呢。这事不是这么办的。我得去。是我办事不力，让孙锦和李大伟跑了。无妨，我知道他们会去哪里。您知道他们会去哪里？医院。怪不得你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孙锦的姐姐病重，原来早有打算。果然不愧是拿督，果然神机妙算。金飞虎，你带信得过的特警守在医院的外围。是。小松，通知我的私人卫队守在医院的内部。是。另外，把夜莺给我叫过来。夜莺？是那个暗网杀手榜榜首的夜莺吗？听说此女擅长弯刀，刺杀99次，从未失手。这一次，我要让这小子插翅难飞。拿督，不好了，小姐又犯病了。什么？快，以最快的速度安排手术。是。姐夫，其实你不说去看我姐，我也会去的，但办事不能那么冒失啊。哎，小金，只要能让我见到你姐，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。哎，上车再说吧。这不是我抢银行的时候保险柜里面的 U 盘吗？这是拿督器官交易的记录，怪不得他们要抓我们，八成就是为了这个东西。哎，这怎么有你姐姐的名字啊？我去！他们想要我姐的心脏啊！哎呀，听说拿督的女儿患有先天性心脏病，他们肯定是想拿你姐的心脏移植给他女儿。我说他们推我姐下楼，不仅是因为我姐知道银行的黑幕，更因为我姐是心脏最好的供体。我就说医药费怎么那么贵呢？
原来他们是想让我花光所有的钱耗死你姐，然后他们就可以移植心脏了。对了，我姐是不是签了死后自愿捐献器官的协议啊？他们早就盯上我姐了，我操！小姐，赶紧去医院，晚了就来不及了。姐夫，他们敢这么做，肯定有所准备。咱们这么去，和送死没区别。那你说怎么办呢？姐夫，你信我吗？我都跟你一块去抢银行了，还逃了出来，我怎么可能不信你呢？你信我的话，接下来就按我说的去做。好。帮我录个视频。好。大家好，我是孙锦，是 A 城银行抢劫案的劫匪。今天我给大家曝光一件骇人听闻的恶性案件，拿督竟然是我们 A 城近些年来最大的器官交易的幕后黑手。接下来呢？接下来我会利用黑客的技术，把这个东西发到每一个市民的手机上，利用舆论的压力向拿督施压。上啊！快点，快点！干嘛呀？后面，快点！没电了！怎么回事？甭管！几年以来，拿督指使手下从事器官交易高达3000多起。这不是那劫匪大哥吗？这还真是。U 盘里的交易记录将会在1分钟之内发到 A 城市民的手机里。真发生了啊！狗日的拿督，简直丧尽天良！3000多起，这毁了多少家庭啊！这件事必须要讨个公道。对，走公道，走。当你们看到这条视频的时候，我已经赶往 A 城医院去救我姐姐。今日你若冷眼旁观，他日祸临己身，又有谁会为你摇旗呐喊？为了公平与正义，也为了你们自己，我希望大家可以站出来。这条视频必然会引发骚乱，吴队，立刻带人赶去 A 城医院，绝不能出现群体性事件。是。孙锦啊，你小子这是要把天给捅个窟窿啊！乖女孩，手术马上就开始。爸爸说过，一定要让你健康快乐的活着。爸爸就算是付出生命，我也会做到的。放开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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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救命啊！救命！闭嘴！你吵到我女儿了！求求你，放了我吧！求求你了！求求你了！让他把嘴闭上，马上手术！是！救命啊！救命！救命啊！不要！不要！所有人都精神点儿！那小子再敢来，一枪放倒！是。还我真相！你们是什么人？这里经临时管事，赶紧离开！什么狗屁管制啊！我们才不管！对，拿督草菅人命，贩卖器官，我们来找拿督就是要个说法，要说法！坏了，这件事怎么被捅出来？诸位，拿督是 A 城的最高长官，怎么可能贩卖器官呢？这一定是谣言，大家千万不要相信！你才是胡说！我都在网上看到孙锦发的证据了啊！你在胡说什么？对，孙锦的姐姐现在就在医院里，拿督要抢他姐姐的心脏，想放在他自己的女儿身上。我们要个公道！要个公道！要个公道！要公道！可恶，一定是孙锦这小子从中作梗。机会来了！要公道！给我们个公道！让我们继续！让我们继续！我们等不了了，现在就要给我们个交代！给个交代！会给大家一个交代的，大家先等一等。所有人安静一下，安静一下。我们现在带人进去。慢着，没有拿督的命令，谁都不准进去。田飞虎，
只有进去查个清楚，才能给大伙儿一个交代。否则出现群体性事件，谁都担待不起。只要能进去，纳督就会原形毕露。让他进去，让他进去，让他进去！可恶，这么多市民，群情汹汹，我恐怕拦不住啊！我看谁敢进！陈京都、吴队长，这是纳督的命令，需要向你们解释吗？混蛋！孙锦，纳督，真没想到你竟然能闯到这里来。孙锦，纳督，怎么样？是不是很惊讶？我姐姐呢？把我姐还我！不着急，你就不奇怪你姐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吗？我没时间听你废话。我本想让你做一个明白鬼，既然没时间，那就算了。孙锦，你害得我损失几10个亿，我会让你姐弟团聚的，不过是在阎王殿。就凭你？你以为你能闯到这里来就能赢了吗？你只是刚踏入阎王殿而已。这是夜莺，暗网杀手榜榜首，自出道以来完美完成99次刺杀任务，一对弯刀快如闪电，无人能挡。废话少说，要打趁早。既然你想早点死，那我就成全你。夜莺，送他上路。不愧是暗网杀手榜榜首，果然名不虚传。夜莺，别玩了，杀了他！完了！触发被动技能，100%空手接白刃。都忘了，系统还奖励了我一个100%空手接白刃。这不可能！合理，非常的合理啊！夜莺，你在干什么？赶紧动手！这怎么可能？没人挡得住我的弯刀，这不可能！没什么是不可能的。这怎么可能？从未失手的夜莺，竟然输了！输的不仅是他，还有你！不，我没有输。为了我的女儿，我不会输，也绝不能输。我就说过，我不会输。乖女儿，爸爸赢了。小子，事实证明，输的是你。A 城城市银行发生特大抢劫案，其中一名劫匪叫孙锦，原本是银行的保安；另一名叫李大伟，是孙锦的姐夫。据了解，哎，别开枪！别开枪！哎，别开枪！别开枪！劫匪出来了，快对准他！别开枪！别开枪！这么容易就投降了？
这也太菜了。大哥，你是劫匪，能不能有点基本的职业道德呀？就是，肯定又是演习，无聊，真无聊。A 城城市银行发生特大抢劫案，其中一名劫匪叫孙锦，原本是银行的保安；另一名叫李大伟，是孙锦的姐夫。据了解，孙锦的姐姐孙丽丽长期昏迷，医药费高昂，两人或因此才抢劫银行。哼，就这点胆量，怎么敢抢银行啊？就是，一下回就出来了，不等着进监狱吗？小姐，大伟，你们竟然为了我去抢银行！你看，3句话就给吓出来了，这就是个怂包啊！这也太弱，完全体现不出我们的实力。这小子，说好的努力当好一个劫匪，你逗我玩呢？哎呀，你这废物，怎么听说你还动枪啊？你挺牛啊！孙姐，你要干什么？警官，我看他不爽，劫持个人质。啊！孙姐，把我放下！都别动，再动我打死他！孙锦，快把拿督放了！凭什么？就是拿督贩卖器官，害了多少人？凭什么放了他？这种人就该死！杀了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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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现在回头还来得及，赶紧放人！孙锦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你现在挟持人质，这是犯法。事到如今了，你觉得我还在乎什么是犯不犯法吗？今天我只想要2个字：正义。这小子是彻底疯了！现在给我准备好狙击手，狙击手就位。孙锦，我们一定会还你正义的，把人交给我们。你们拿督伙同银行骗取市民30多个亿，害得多少人妻离子散？拿督贩卖器官，又害得多少人天人永隔？你们还得起吗？你们非但不抓捕拿督，反而还让我放了他，这就是你们口中的正义？别和我讲什么狗屁的正义了，在我看来，我手里的这把枪，它就是正义。输了，我就是邪恶；赢了，我就是正义。杀了他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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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赶紧开枪！孙锦，这可怎么办啊？这是死人了呀！你说可是大事儿啊！他死了，为什么我一点都高兴不起来呢？拿督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除了我的私人卫队，谁也不许靠近。快把他的尸体抬进去，心脏给我女儿。是。拿督，你罪有应得，我一定会抓到你的。小姐，早知如此，当初就不该选你，是我害了你呀！还我正义！还我正义！还我公道！还我公道！还我正义！还我公道！还我正义！最新消息，绑匪孙锦挟持拿督已被击毙。一枪爆头，可怜呐！孙锦是 A 城最后一缕正义的火种。从今日起 ，A 城正义不复存在，终究是我们输了吗？一群屁民还想要公道？那是。诸位，想要正义吗？现在我给你们正义。南督，你给我滚出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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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给我闭嘴！各位，对不住了，让你们担心了。现在我在这里给你们道个歉。道歉？你有什么理由给我们道歉？对，你罪大恶极，我们不接受你的道歉。说得轻巧，你的道歉就能让劫匪大哥死而复生吗？拿督，事情闹到这种地步，还死个人，难道
你不该给大家一个交代吗？死人？你们说拿督吗？他不是我害的，他是宋秘书让狙击手杀的。拿督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装什么装？你不就在这里吗？害死了别人，现在反而说自己死了，你要不要脸？对，要不要脸？要不要脸？要不要脸？闭嘴！给我闭嘴！不对呀，这声音这语气，不应该是拿督在说话呀。陈警督，您这话什么意思？我这是感觉有点不对劲儿，先听听拿督说什么吧。诸位，看来你们对这张脸恨到极点了。其实我也是。哼。啊，诸位，现在可以听我解释了吧？这什么情况？他不是拿督吗？怎么变成绑匪大哥了？难道绑匪大哥没有死？难道这小子又易容了？这是孙瑾的易容术。我的感觉果然没错，这小子又易容了。易容了，也就是说孙瑾没有死。真是苍天有眼呐！如果拿督是孙瑾易容的，那被一枪爆头的人又是谁？死的不会是拿督吧？闭嘴！死掉的怎么可能是拿督？死掉的不可能是拿督。宋秘书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拿督的女儿百合血型是最稀有的熊猫血，是吧？是，又如何？那你说，有没有一种可能，拿督的血也是熊猫血，他的心脏一样可以移植给他女儿？竟然是这样！不可能，有你姐姐的心脏，拿督怎么可能拿自己的心脏做供体？是啊，那样的人怎么可能会这么做？是啊，孙瑾，以拿督的性格，他绝对不会心甘情愿的配合。吴队长，你还是那么喜欢反驳人呐？既然这样的话，那我就把一切都说给你听。站住！狗东西，信不信我一枪崩了你？我就算是死，也不会让你把她带走。我女儿必须活下来。所以你就要杀了我姐，对吗？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去杀了你女儿？哎，不，我求你不要杀我女儿，我答应过她，要让她好好活着，我不能没有她，我求求你。想救你女儿，我倒是有一个办法。你有什么办法？只要能救我女儿，我什么都答应。什么都愿意吗？是。好，我要你这条命，把你自己的心脏移植给你女儿。呀，拿督，你不是什么都愿意做吗？看来你根本就不爱你女儿。你放屁！孙瑾，我不会再上你的当了。我已经通知宋秘书了，只要他带人上来，我就赢了。赢了？拿督，你恐怕不知道吧？在我来之前，我已经把你买卖器官交易的证据发到网上了。你看看外面，你怎么赢啊？还我公道！还我正义！还我公道！还我公道！还我正义！而且拿督，就算你救了你女儿，你女儿会开心的活下去吗？她会活在几百万市民的指责当中。孙瑾，你说的对，但我怎么能保证我死后我的心脏能移植给我女儿呢？放心，我有办法。我们易容，互换身份。你死之后，我会吩咐宋秘书把命令执行下去。好，我答应你。拿督用他自己的命换了他女儿百合的命，也换来了一个真相公之于众的机会。
这算不算是他对自己罪孽的最后一次救赎？哎，这样的人真是善恶到头终有报。对，你说的对，罪有应得。你们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好啊，好一个偷天换日！你小子完成了一场最完美的犯罪。孙简，就算你揭露了真相，就算拿督罪有应得，可是你扰乱社会秩序、抢劫银行已是事实。我命令你立刻投案自首。吴队长，您还是那么的恪尽职守啊！可惜我和我姐还有我姐夫已经离开 A 城了，想抓我，恐怕你要失望了。你别生气啊，吴队长，我已经将拿督生前所有的犯罪证据、账本、联系人名单都已经打包发给您和陈督察的加密邮箱了。这份礼物足够还你 A 城一个朗朗乾坤。好了，各位，这场由我主演的大戏就此落幕了。希望我们再见面的时候呢，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沙滩上。孙启，别以为你给了我这些证据，我就不抓你了。总有一天，我一定会将你绳之以法。小姐，多亏了你，不然我们都得死。小姐，以后啊，千万不能这么冒险了。我们啊，找个没人认识的地方，过平淡的生活。好。叮，新任务潜伏。不是筒子哥，你倒让我歇2天呢。